我
中的作用，所以我讲中的作用，伊拢爱了解。咁我芝麻呢，把这个钱迄个是了解。啊，咱讲到这话啊，伊的心理，伊拢还要会讲对，是这样，伊拢还要讲对。啊，所以我咱爱去看讲，咱有一个地方对，的物件，咱爱有迄个意思，迄个叫啥？迄个叫，但是一般咱的心，修拢是个意思，迄个叫心意是修的，反应的。所以我咱来讲，刚刚来做这个关键，咱的心啊，拢有关键的一个因缘放在上，咱的心里，啊，迄个这个心意是变得越来咱不是讲啥，迄个心意变得越，啊，安尼就是后面所说的东西，不管哪样，你都没有。啊，但是伊做编辑地方这个，而且主题还有，所以说这个还变主题，地方理解到这个方式可以我也能够把导演给方式对话，我也能够把想机制导我也是这些地方不变的年轻人，所谓你今天的这个电子新闻书都是大的书面，都是太多了，你就这样看到。啊，当然，我刚才的话就是不同的说法，那大家都别怎么样时候，他不同的来说，但是诸位。今天的道理是什么？那你说，如果好，如果好，都是看到这个东西。那他为什么这个来赚钱？武器有啥时候来赚钱？东西大我不得了，这个也有啥时候？时候这些，这个不要就是你可以是偏的，如果他可以用偏的。回来以后，我们是可以啊，听到的两个都行。啊，哪是听，这是听是对我来了，对来了，咱主义的东西，到底是对是对，得意处理讲，这是对出来，就是办法。因为对方是这样，下面你，我只要我自己想好，啊，都让我听来，我想好，也说好。这个心啊不足，那么以前听人讲过，都好话，我都是讲难听话。
cả qua bé mà đi không thơ à也要看。